经理，真的是啊。那有请呢，或许知道说要来屯区宣讲这个题目啊，心里更忐忑不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像郑和啊，他们就开放了10多个国家，10多个国家。那或许呢，虽然应该说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出国去开荒，可是呢，开荒的这个经历啊，跟屯区比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但是呢，或许知道说庄经理很慈悲嘛，他给或许这个学习的机会呢，应该呢就是要或许抛砖引玉啊，鼓励大家一起去开荒。各位前贤都是直觉组的小组长吗？是的，请举手。小组长的请举手。那组员呢？有组员吗？有没有不是屯区的前贤？有不是屯区的前贤吗？听说有河北区的前贤要来。好，那没有关系。各位前贤知道上个礼拜老师在北区呢，在中立雅德坛有送给我们呢一个是拜读伞，10位拜读伞，各位前贤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有没有看过？各位前贤拿到卡片吗？有拿到卡片对不对？这个呢，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一下。那么或许在想或许被排在今年的最后一堂课尤其题目是什么？点亮心灯，照亮寰宇，是不是？我这个题目感觉好像很不容易发挥是，但是呢，或许呢，在想，也是慈悲呢，会在年终的时候排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应该是要大家呢都能够快乐的修道办道，是不是？那么各位先生，10位拜读伞，我们请前到念第一条，后到念第2条，好不好？好，在以此类推好，来我们大声的念。喜悦快乐。理解包容。健康活力。各位先生，谢谢。那各位先生有没有发现到为什么老师在年终的时候要送给我们这10位拜读伞？为什么？通常或许是觉得说，应该是很多的读我心中有很多的不快乐，对不对？还是说如果在修道过程当中有受到一些人我的考验还是自己修道遇到的一些障碍，那心里呢不快乐，或者是说跟同修之间的相处，对未来的一些期许，就是说对未来的一些方向不是那么肯定，所以老师慈悲才会送给我们这个10位拜读伞。那各位先生，如果看一下旁边有没有看到那个最1、2、3、4、5、6、7第7行，还有没有倒数第7行？有没有说破除我执？有没有？破解病毒，打破成见，破相明理，这都是或许觉得说，可能在我们同修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老师很慈悲才在年终的时候呢，送给我们大家这个10位拜读伞。那或许呢，希望说也能够把它印制成小卡，那送给各位前贤希望各位前贤今天回去握着这张卡片，想想老师要传递给我们这些徒儿们是什么样的东西好，那么各位前贤，我们说要开声光各位前贤有出国去帮办过的，请举手好不好？有出国帮办过的，好，我们请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那么目前呢，我们有想要开荒的，请举手。这么少各位前贤，能不能是很慈悲要开这个课程对，其实呢，或许觉得说要开声荒或许觉得说这个开声荒应该有2个意思我们心里面的荒，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心田？是不是？如果我们的心田充满了杂草，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拔草，然后修道越修越不快乐，然后我执成见越来越多。那我也相信说，各位今天在修道办道的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的不开心，是不是？所以呢，我也觉得说，有些人他一路上在修讲拜行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的开心他转念转得很快。可是有的人呢，他在修道过程当中，因为他一点障碍一点人我考验他可能就会怎么样？会退缩，是不是？那所以我也觉得说，要开荒之前，其实自己的心理建设是很重要的。尤其到了年终了，到年底了，或许觉得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沉淀我们的心灵，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说，我们将来的方向是什么好，这个呢是我们昨天社谈的时候呢，后学用那个相机拍的，我们那个灯非常的迷你，因为那个佛堂好小可是那个灯很可爱，我就把它拍下来。那我就想说，老师
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心灵啊的一些尘垢，全部都把它怎么样去除掉，是不是？让我们呢能够忏悔感恩之余呢，能够重发心愿再出发哦。说到我们昨天那个佛堂也设立呢，也非常的有趣呀。我们这个道心呀，也是后学的学生家长我们正海佛堂今年是第4年了，4岁了。可是我们今年设的第5间佛堂了，而且这5间都是家长所以后学非常的开心的。谢谢。那我们这个家长他很可爱呀，因为后学呢平常他们互动都蛮不错的所以这个家长在去年我们在那个初一15献供的时候。今年的那个7月份，后学有跟心灵至善班合班的这些班员跟他们分享，分享这个故事就说我那个初一15献供的时候那我们献完供之后呢，我们都会泡个茶聊个天那一天呢，正好是后学的生日，就是那一天初一15那天正好是后学生日。那我们在座的有2位道亲这2个都是家长那他们就说，你生日我们送给你一个蛋糕吧。那后学就看得很开心那他们在唱完生日歌之后呢，后学就跟他们说，送个礼物给我吧，我要无情的，不要有情的。那他们就说什么是无情的呢？我说比方你就说陈讲师，我1年发愿度几个人，对不对？我要做什么然后这样当你的生日礼物好了。那结果呢，其中就这2位他就说，那好吧，反正你每次看到我们都叫我们设佛堂，那这样吧，我们就明年设佛堂给你当做礼物好了。那所以后学很开心那我希望我天天都生日对不对？那大家就可以对不对？这里有设佛堂，那个设佛堂，那就很开心后学呢，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就说后学的家里也是最爱设佛堂的一个家庭我们家有3栋房子，就设了3个佛堂，设了3个佛堂。所以后学呢，都会跟我们的那个同修讲说，我们家想要在设佛堂的话，必须要买房子，所以拜托你们家设佛堂所以这个道心想想也是有道理那有另外一位那个家长他说他今年还有一些障碍在克服所以他说他希望明年能够设。我们明年预定有3到4间家堂要设所以会觉得说这是我们的目标了所以当然呢，他们在那个就是说开设佛堂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坦白讲，都有很多的家庭的一些对不对观念有一些想法要去沟通。那像我们佛堂的讲师。今年终于有第4位诞生我们佛堂讲师也是很少得可怜可是呢，大家都很团结，所以呢，我们就跟那个我们的道心说，你虽然是很新灵班我就把你当人才了，所以呢，你心灵班就应该要去请示设佛堂，然后到至善班设好佛堂，刚刚好，这样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各位姐姐，你们应该要把设佛堂挂在嘴边或者觉得说这样真的很好。来，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后学要进入主题了那因为后学要分享这个我们当初呢到东南亚去开荒的一些故事。那其实呢，这个要回想我们开荒到现在已经21年了，21年了，各位姐姐，21年久不久？后学觉得每次来分享开荒几年，办道几年，就无意中都会透露自己几十年。是但是呢，后学都会跟很多同学讲，你出门就要说陈讲师永远25岁，我没有叫你说谎，我叫你加上一个永远，对不对？是，所以呢，后学觉得说，其实我们都说要开荒最早期的时候呢，顺便介绍一下后学的历程来，各位姐姐，后学是民国75年4月5号清明节在重修堂求道的，75年距离现在几年了？26年，对不对？数学真好。对，而且后学求道的经过也非常的有趣各位姐姐知道后学求道经历的举手？都没有人知道，要不要听？后学都常跟我的音老师开玩笑说，我觉得你就是那个恶婆婆型的音老师我们感情很好，但是后学都跟他开玩笑说你是恶婆婆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后学呢，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他是后学高中的同学，就问后学说，陈淑月你要不要去求道去那个重修堂？后学跟他说好可是明天是清明节后学的爸爸是地理师所以呢，他都会说，因为我们今年呢。扫墓是几点？那后学就跟他说，我们扫完墓呢，大概是4点。他说陈淑月，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没有佛缘4点，我们搭火车来不及，不然你不要求道好了。然后有一天就很难过，然后回家呢就想，我一定要求道，为什么不带我去呢？后来回到家呢，他又打了一通电话，他说陈淑月，看来你运气还不错，我的姐夫是讲师，他说你怎么可以不慈悲呢？所以我为了要等你呢，好吧，那我就搭下一班火车好了。所以呢，后学是这样拜托我的云宝师带我去求道的
所以呢，我的英语老师现在看到后许都会说，你都常说我是恶婆婆型人，这样像不像恶婆婆型人？有点像啊，是不是？所以呢，各位姐姐，你入围的时候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不可以啊。可是没有关系，因为后许都跟他说，我可能很小，你就是立志要来学修讲范型的所以呢，你一点点的小测验呢，考验不开我了。可是我们感情非常好，后许非常的感恩他。那再来呢，后许呢，75年求道之后呢，那76年就读了心灵班。那在77年的那一年我们跟我们的第一代的，我们的第一个公共佛堂第一代的这些同修的姐妹呢，大家当时都非常的年轻然后我们就设了第一个公共佛堂，而且呢，我们这几个是5位小姐合买一栋房子设了这个佛堂。各位浅显，当时的市价呢，这个房子一栋呢是44万过，有没有便宜？超便宜，对不对？44万很便宜可是各位浅显，你不要认为44万对我们5位小姐来讲很简单那时候我们身上都没有钱所以这44万我是谁出的呢？这是我们这5位小姐的伟大的妈妈出的。是所以呢，这些妈妈都从那个我们那时候还那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这样住到所以我们都很感恩他们。那么在我80年的时候呢，就到新加坡去开荒了。所以说，姐姐你可以算一下，我们那时候领讲师了没有？还没有。所以后学呢跟这个多点传师我们都是在新加坡领讲师的。那各位先知道，多点是后学的同学，我们是国3的同学，然后后学读大学的那我们那时候还不是讲师的时候呢，就到新加坡去开荒了。那到了新加坡开荒之后呢，同年80年的12月4号呢，我们就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公共佛堂。那为什么也是慈悲呢？后学来谈这个开生光。什么叫开生光？各位先知道，开生光就是从零到有。所以呢，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底线，不认识半个人我们就飞过去了那这个细节等一下后学会再讲。那在民国82年的6月20号呢，我们就在印尼雅加达设立了第一个家庭佛堂。那再来呢，就是83年呢，是巴淡岛第一个公共佛堂。那到目前为止东南亚总共有41个佛堂。那比我们自己台湾这边大陆还要宏窄。所以说这有时候是个因缘那或许有时候听到有些亲人说，台湾的版北湾就在个网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那是你的因缘，你的因缘使然最后面的时候或许会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因缘你不去了后面呢也不太好。这个等一下或许会来分享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第一代公共佛堂的堂主各位谢谢，有的是前面的讲师那我们里面呢，其实真的只有5个小姐那时候看是呆呆的经理看不懂左边1、2、3、4，左边呢后面第4位是候选，第5位是郭经理。看不太像不像好，那这就是安坐的时候呢，古佛慈悲的他对我们这第一代的呢，前面这几位他就讲了这个我们从第2行开始看他说尔等志向同神圣，就是等于说我们心灵班的时候，我们就很发心那时候我们就1周7日行，1周7日行，翻报。礼拜天都是跑整天。The 3 treasures for new doll receivers。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却有更多无价且必须要全力以赴来追求的东西。There are many things in life worth celebrating. However, there are even more priceless things worth pursuing with all our efforts. 2500多年前，当释迦牟尼佛仍是王子时，亲眼目睹了人世间之生老病死。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找到一条永恒之路。于是，他放弃了王位及荣华富贵，四处去找寻迷失及永久解脱的法门。后来，燃灯古佛为他授记，最后，他修成了正果，也留下了许多的经典，引导众生开悟正果。About 2,500 years ago, when Sakyamuni Buddha was still a prince,